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謙仔啊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翻一個優質屋苑。而家呢個盤咧，只需要100蚊厘印費咧，咁就可以有交易啦。事不宜遲，介紹下先。OK，好，一入到門口啦，呢邊就係一個廚房，呢邊係個洗手間，係啦。而家呢個單位採用咧，都係兩邊廳設計，客飯廳分明，而且有足夠嘅活動空間嘅。而睡房咧，呢個業主就將兩間房打通咗一間房。原先喺呢度有埲牆嘅，係啦，而家變咗一個超級大嘅主人房啦。而呢邊咧亦都有個露台，露台望翻出去咧，亦都係一個內園區，同埋遠望咧都望到球場嘅，景觀非常之開揚，亦都非常之舒服嘅。係度到嚟呢度啦，一共有250cm，一個超級巨廳嘅。呢間房啦，兩間房打通咗一間房，呢個都係嚟緊呢個市場上嘅呢個趨勢啦。呢邊啦，可以放多張 king size 床啦。佢直情呢個業主咧係利用晒所有空間，呢邊直情有埋個衣櫃位添，放勁多衫都得。呢一邊咧，做一個書房，呢邊亦都個衣櫃都好深下噶。我諗重新佈置嘅話咧，個空間感一定會更加非常之好。呢個業主咧，利用咗呢一個飯廳位啦，就將呢個飯廳同埋廚房咧，連為一體啦，變成一個空間感，更加大，都可以迎合翻一啲現代嘅一啲新朋友啦，可以招呼三朋好友，呢邊可以飲下嘢啊，切下菜啊咁樣，然後可以觀望翻呢邊，成個客飯廳嘅一個活動範圍，增加翻一個互動性。上次謙仔啦，介紹咗惠景軒，隔籬嗰座啦，一個3房同埋一個套廁啦，都唔夠1個禮拜咧，都成功售出咗噶啦。接下嚟呢間咧，業主突然間降價100萬啦，只需要100蚊厘印費。究竟點解咧？市場上啲筍盤越嚟越少咯。OK，如果有興趣想了解嘅，記得揾我。如果仲想喺呢個市場上揾到啲筍盤，記得揾我謙仔。